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民数记22章第1节到21节，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割礼。上个礼拜六我们谈到了记号，因为神迹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号，代表着上帝的临在，上帝的能力所改变的情况，让人得到恩典。另外，割礼也是亚伯拉罕全家蒙恩得福的记号。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在上帝的赐下的恩典与呼召之前呢，亚伯拉罕并没有接受到割礼。因此这个割礼的记号并不是蒙恩得福受呼召的一个必要条件，上帝亲自的呼召与旨意才是重要的事，才是那个重要的约定。如同这个摩押王他邀请巴兰的情形一样，他是否跟摩押王的使者同去，那并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要听从上帝的旨意和命令。在民数记第22章第1节到21节的经文这样记载当时候的情况。那经文的标题写着摩押王召巴兰。以色列人在往前走，在约旦河东岸的摩押平原耶利哥对岸扎营。希波的儿子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亚摩利人，又知道他们人多，他和他的人民都恐惧。于是摩押人对米甸人的首领说，这群人不久就要把我们周围的东西毁灭了，像牛吃光草场的草一样。巴勒王派使者去找比尔的儿子巴兰来。巴兰住在亚门人的地方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比夺。使者把巴勒的意思告诉他，有一族人从埃及出来，散在各地，就要占领我们的土地。他们人数比我们多，所以请你来为我们咒诅他们，或许我们能够打败他们，把他们赶出这块土地。我知道你祝福人民就得福，你咒诅他们就遭殃。于是摩押人和米甸人的领袖带着占卜的礼金到巴兰那里去，把巴勒的意思告诉他。巴兰对他们说，你们在这里过夜，明天我会告诉你们上主对我说什么。摩押的首领就留在巴兰那里过夜。上帝临到巴兰那里，问他，跟你在一起这些人是谁？巴兰回答，摩押王巴勒派他们来告诉我，从埃及出来的一族人布满各地，他要我为他咒诅他们，好使他可以打败他们，把他们赶走。上帝对巴兰说，不要跟这些人去，也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为我赐福给他们。第二天早上，巴兰去见巴勒的使者说，回去吧，上主不准我跟你们去。他们就回去见巴勒，转告他巴兰不跟他们一起来。于是巴勒差派另一批比先前更多更重要的人去，他们去见巴兰，把巴勒的意思告诉他。
请不要因为任何顾忌而不来，我要厚厚的酬谢你，你无论说什么我都照办，请来为我咒诅这些人。可是巴兰说，即使巴勒把他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，我也不能在任何大小的事上违背上主我上帝的命令。可是请你们在这里过夜，像以前的那批人，我好知道上主是不是还有别的话要告诉我。当夜，上帝临到巴兰那里，对他说，如果这些人是来求你跟他们去，你就准备跟他们去，但是要照着我的话说。第二天早上，巴兰起来，就把案子套在驴背上，跟摩押的首领们一道的去了。上帝一定要赐福保守以色列人，这是一种约定。然后虽然后来上帝允许巴兰跟摩押王巴勒的使者同去，上帝告诉巴兰要听从上帝自己的旨意。歌里的记号是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定，但并不是受割礼的就一定能够得到救恩。割礼这件事情也在新约的初代教会时期，成为了这个使徒传统跟保罗传统之间彼此的论争。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26节记载了保罗造访了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，也谈论到割礼的问题。圣经的记载，保罗访问雅各，我们到了耶路撒冷，信徒们热切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跟我们一道去见雅各，所有教会的长老也都在场。保罗向他们问安，然后把上帝怎样使用他在外邦人当中的侍奉都向他报告。他们听见了，都颂赞上帝，又对保罗说，弟兄啊，情形是这样的，在犹太人当中有数以万计的信徒，他们都是严守摩西法律的。他们听见你曾经教导侨居外邦的犹太人放弃摩西法律，不要替孩子行割礼，也不必遵守犹太人的一般规矩。他们一定会听到你已经来到此地的消息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请你照我们的话做吧。这里有4个许下了愿的人，你带着他们，跟他们一道去行洁净礼，替他们缴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剃掉头发。你这样做，大家都会知道，他们所听见关于你的事不是事实，并且知道你自己也是遵守摩西律法的。至于对外邦人中的信徒，我们已经写信吩咐他们不可吃任何祭过的偶像的食物，不可吃血和被勒死的牲畜，也不可有淫乱的行为。于是保罗带着那些人，在第2天跟他们一起行了洁净礼，又到圣殿去报告洁净期届满的日子，等候祭司为他们每一个人献上祭物。犹太人真的是非常重视割礼，也成了保罗的宣教跟使徒传统中间的一个界定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今天的经文记载当中呢，保罗他顺服了，他听从了雅各的劝告，带着4位信徒去接受洁净礼，并且献上了祭物。
这争取了与犹太人继续对话的一个机会，而不是因为被误会的假信息所困扰。保罗的妥协正如同上帝让巴兰追随摩押王的使者回去一样，不是放弃原则的妥协，而是要完成上帝的约定跟旨意，这才是得救的记号。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求助的祷告。上主啊，求你敌对那些敌对我的人，求你攻击那一些攻击我的人，求你拿起大小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求你举起你的长矛大斧，迎击那些追赶我的敌人。求你向我保证，你要拯救我，愿要杀我的人都失望蒙羞，愿谋害我的人失败狼狈。上主的天使追赶他们，愿他们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。上主的天使击杀他们时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。他们无缘无故为我张下罗网，他们挖掘陷阱要捕捉我。愿灾难突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被自己网罗缠住，掉进自己挖掘的陷阱。那时我要因上主喜乐，因他拯救我而欢欣。我要从心底向上主说，上主啊，有谁能够跟你相比？你保护弱小免受强人的欺凌，你保护穷人免受剥削者的榨取。在信仰的追求之下，我们常常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试炼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坚持跟上帝同行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